代志，安尼表现出你伟大父爱呢，足侪人哦，拢甲你学乐呢。学乐是学乐，支持是支持，不过恁爸现金趁遐济大条钱，你唔知？啊，爸！哎，歹势，爸，我甲你讲哦，虽然迄条钱无趁到，不过你知影无？你即摆你的知名度，离咱这庄仔头大提高了呢，安尼哦有价值啦。好。低卡叫阿爸，低卡歌，嘿，滚暖暖阿爸，我安尼为着要庆祝讲你安只囝吼，伫咧地下遐安尼点佚佗吼，好，我特别去看这要等来庆祝。真正，迄工伫咧茶馆吼，好，你安尼向行讲起来吼，迄个气势袂输干啊，自己的生死伊度外。迄组人吼，互你行一转，海去互迄足波破咧吼，尤其是迄鞋安尼海一跳，转咱后壁刷去呢，我恁两只脚都踢着，安尼跌高低咧。你好棒哦！我好棒咯！恁爸强要哭咧。安怎啦？我甲你讲咧，我做兄弟遮尔久，赢汤输遐尔济，唔捌讲做一摆安尼有通4块人抽咧，啊白白还要飞去，安尼我免哭哟。爸，你想较开咧嘛？虽然讲哦，这条钱无趁到啊，不过你想看嘛咧，咱的一家伙啊，嘛是过甲足幸福的啊，对无？对啦。冇紧啦吼，爸，你有听到一块歌人讲哦，做迄钱佫趁到有啊，意思吼做啊，两卡钱四卡人。哥，你又佫唱唔对去啊啦？是两卡人，四卡钱。好啦。但你比我五音不全呢，你的音拢无关无加。总讲一句吼，你来看，我这正真正你团的呢，好斗。即摆好斗拢足有福气，而且我面阁看帮，这算有福气的面。后天我一定趁足侪钱的，好好有效你。我一定互你坐咧食，倒咧放。安尼袂得中风啦！哎呦，不是啦，我意思是讲互你变水啦。哥，你咱大概拢讲唔对去啦。我来讲。爸，这哥哥意思就是讲哦，伊即摆开始要拍拼，互你过荣华富贵好日子啊！对，妹妹特别讲的，就是我特别讲的，谢谢啦。爸，讲正经的，你甲我做爸啊，遮尔久，今日即句话听了心肝上欢喜。代表着咱这家庭和和气气。阿妹啊，预备唱。我的家真可爱。活泼哟！乌鸦合唱团，一点仔甲要播，一点仔甲要骂，你们先唱啦！好。大小姐，拜托你莫安尼往负的啦！你来看，负家拢转出来啦！我这滚水，我嘛对你负。我嘛是有看，我会错，唔知啥个你着起来。你迄紧张的关系，来，啉一下滚水吼，看会得惊，袂看会得惊，较轻松。来。阿勇啊，你厝伫排骨的因遐转来，带到即摆还咧带。妈咪啊，你有打电话叫我住伫大夫，叫伊坐飞机来无？大小姐。他咱遮也无飞行机场，你叫伊坐飞行机来，要停咧倒位啊啦？哎呦，我煞叫袂记哩，妈咪啊，你要怎啦？大小姐，你无代志啦，你干那惊着尔啦，你心情吼放较轻松啊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你都唔知影，我足惊，我当唔知有去惊破去啊无？啊，当惊破去，来我看卖。我是叫你要甲你看，讲你当看破去无啦？因为我对我若读医学的。你袂是讲你啥物身份？你黑白看，你敢捌着？我捌，你当无破啦？你哪会知？我哪唔知？迄胆汁是青色的，你胆若破吼，面色就足青啊，就足歹啊！你即摆无啊，还阁请钱，还阁真水咧啦，无破。有影无？啊，有影都对。当总的讲了无毋对，你面也无青，还阁粉红，还阁真水咧。哎哟，你就是毋捌听到人遮大声啦，迄是去惊着啦，无啥物要紧啦。安尼啦，去你楼顶遐小体咧，去困一醒就好，吼。啊，妈咪有秘密要甲青总的讲，惊来去。妈咪啊！啊，你甲当总的有秘密？大小姐，报告大小姐，下官甲
甲董事长的秘密，毋是照你想的迄款，莫黑白想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嘿啦，行啦，来，好啦，来，妈咪啊，有，搁咧传呢。啊，免惊啦，免惊，别惊哦喷一清就好吼，照乖吼，放互喷嘿。报告董事长，毋知有啥物秘密的代志要甲下官讲吼。我是看阮阿勇的吼，今仔日行到安尼吼，我忽然间，有一句俗语你捌听人讲？你讲我就知。人讲恶马恶人骑，胭脂马撞着关老爷。这句有理。你看，阮阿勇的吼，再来是一个较恶七个啦。啊，即摆吼，安尼去互迄个排骨的因遐倒转来吼，你甲看，安尼行到即久还搁伫咧行，我忽然间吼想出一个妙计。假使讲，什么妙计？阮阿勇若会当去住排骨的因兜，或者是讲排骨的伊来住咱兜，迄个无得较有法度吼，将阮即个娇滴滴的个性吼，安尼甲伊改互伊较温顺的。你想有通？有通，董事长，哎呦，讲真个，你实在真贤呢。讲真个，头拄仔你讲迄句无毋对。恶马恶人骑，即个胭脂马撞着关老爷。我感觉吼，我虽然吼无迄个福气娶着大小姐，但是嘛袂当好嫁出去啊。无毋对，无领着吼，即个嫁互即个排骨大因后生了，个性吼无定拢会改哦。是啊，啊是讲，若要叫阮阿勇去住因遐吼，伊敢肯听我的话？哎呦，董事长，你就是安尼遐疼啦！伊若毋听，你就甲扒落才袂响啊！伊若搁甲你假喙吼，你就直来甲叼起来，往去滚啊！滚啊！若无甲往停掉，甲滚，无甲互伊哀叫，无甲互伊骨鸡巴你，啊，甲互伊安尼。当真诶！我知。你搞